Hello，各位家長好，2026又開始咗啦。有冇同個小朋友定下一啲新年嘅大計啊？你梗係會期望佢講得出啊，今年咧默書要100分，今年咧可能咧就係要學業成績有幾進步。嗱，呢啲咧全部都係你主觀願望，細路仔唔識講㗎。反而你會話俾佢聽，話俾佢聽啊，今年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因為咧連大計嘅一個詞語佢都未必識。所以咧，如果你能夠引導你嘅小朋友諗一啲嘅想做好嘅事情，佢能夠做得好咧就得啦。例如舉個例，如果佢同你講，希望咧以後咧我起身嘅時期咧唔使阿媽係催我都自己起身咁樣嗱，呢啲就得啦。又或者咧食飯咧識得夾餸咁嗱，好多細蚊仔唔識夾餸噶嘛，嗱呢啲就 OK 啦。仲有咧，有冇一啲諗過就係話去 set 啲其他佢自己喺個玩嗰方面嘅目標啊？嗱，譬如依家咁興一啲嘅叫做新興運動，以我哋學校嚟計咧，又最近係推緊一啲嘅叫做匹克球啦，一啲嘅棍網球啦咁樣。嗱呢啲咧，我就有細蚊仔就話啦，我今年嘅計劃咧就希望咧就能夠咧練好呢啲匹克球或者係棍網球嚟到代表學校參賽。嗱呢一啲我聽到我收晒貨，因為咁細嘅細蚊仔咧有咁樣嘅習慣去幫自己 set 目標，已經係成功㗎啦。